荷蘭仔，安世中國半導體，我叫你封咗間公司，佢換咗個 CEO，你搞掂未？搞掂咗啦，老細。法庭出咗文件，安世中國半導體所有嘅股權移交咗俾我哋呢啲新上任嘅 CEO，已經完全控制咗間公司呢，冇問題。荷蘭仔果然夠醒目夠聽話。當然啦，老細，你嘅吩咐我哋荷蘭仔一定做。老闆，安世中國出現問題啦，大鑊啦！有咩問題啊？快啲講。安世中國喺大陸啲分公司俾中國政府接管咗，而家佢哋話中國分公司完全獨立，唔聽我哋支笛，我哋叫佢做咩？佢哋都唔理我，點算啊？大鑊！我變咗淨係搶咗間空殼公司，乜都冇啦，呢次慘啦！